经文47篇，以赛亚书49章。众海岛啊，着听我的话；住伫远远的人啊，着注意听。我伫胎年，上主就警告我；我伫老母的腹肚，伊就叫我的名。伊予我的喙亲像利刀，甲我藏伫伊手的指引下，搁予我诚侪磨尖的剑，甲我藏伫伊的剑地。伊有对我讲：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，我要因为你得到荣光。我就讲：我拍拼是空空，我真啊济，无彩工，嘛无利益。要求我靠上主替我伸冤，我的上帝为照我的所做，甲我报赏。我伫胎年，上主就造我做伊的奴仆，要予雅各归向伊，予以色列伫伊遐自执。因为上主看我做尊贵，我的上帝诚做我的气力。伊有讲：你做我的奴仆，通兴起雅各的支族，带以色列剩落来的子民倒转来。毋若安尼，我要予你做较大的事，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，予我的拯救传到天边海角。